咁其實你而家身家有幾多咧？係一個好驚人嘅數目，即係嗰陣時真係可以講係不可一世。請問陳東先生，1992年您進賬多少錢？您是身價最高的嘛？哈，下一個很難講，那進賬是要好，可能我92年的進賬是84年的進賬，因為我是世界分紅的，錄影帶每天不斷的在播啊，在分紅啊，所以很難是固定有多少錢。他的進賬根據統計到現在是9400萬港幣，折合台幣是3億多。你也是個對錢沒有概念的人吧？絕對沒有概念。你平常身上會帶錢嗎？一毛分文沒有。嗰陣時我由一個可以講係臭武行，攞3000蚊人工一個月，突然間可以攞幾十萬、500萬、500萬，哇，好多倍喎！點啊？係20年前啊！你諗下20年前係幾多錢？嗰陣時最高片酬啊，咩林青霞、秦祥林啊、林鳳嬌啊嗰啲，10萬啫，10萬已經。哇！個片酬10萬已經係最高噶啦！嗰陣時你諗下，棟樓已經係哇，真係好不可一世。真係，我哋就要聽呢個頭先你一提嘅。去一間錶行，去一間錶行買7隻錶，7隻錶全部係最名牌10大名錶嗰7隻我買晒。係自己帶定送俾人？自己帶啊，同時自己帶，日日就請晒自己身邊嗰班武師食飯，嗰陣時65蚊一日就我哋拍戲嗰陣時啊，做個替身150蚊啊，我睇完啦，睇完之後，好食飯，但係2-3圍嘅。但係你好有滿足感，你聽，好有滿足感嘅，食完之後，喂，聽日7點半同一時間啊，翻去換第二隻錶，第日。哎，又睇啊，係咩？你睇，聽日同一時間7點半又換一隻錶，日日就請食飯俾人睇錶，睇錶 party。